这首歌曲可以有2个字来形容，就是好听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也是超女出身，不过现在是女王了。谁啊？李宇春，春春。那在《快乐男生》的评委当中，我也是看到他，他非常的直爽，还是那么直，那么率真。对。而且前段时间这个何洁结婚的事情你知道吧？当然了。而且呢，好像据说春春和亮颖都没有去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外界呢以为3个人闹不和，但是他们是没有收到短信啊，没收到。但是何洁这边呢也晒出短信的截图，确实啊很冤枉，他是发了短消息的了。那我相信中国移动的问题了。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。好，我们来听听本周排名在第2位李宇春的《如初》。本周音乐风蛇榜内地榜排名第2位，李宇春《如初》，这是她第7张音乐作品。李宇春坚持指定张亚东来做自己的音乐制作人。自2006年的《皇后与梦想》之后，阔别7年的2人再次走到一起。李宇春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东西，这种单纯又强烈的愿望感动了张亚东，也激发了他的动力。